人人吃菜在世間，各啥而知道吃到又舒服又繁忙又快快，工作好好，投入好好，家庭好好。但係一個現實，人吃菜在世間，啱多各樣各樣嘅痛苦，各樣各樣嘅煩惱，各樣各樣嘅問題去對付，乜到要到人冇本事對付呀，生活中嘅苦衷，生活中嘅問題，乜到生下冇入繁忙，世界各啥去簽路嚟出，嗱，要到人簽到錯嘅路，都一嚟。都一快一個路途，一嚟一唔忙嘅嘅生活，嗱，而家我去到準嘅體制嚟，準嘅體制都係出邊啦，準嘅會所而家係前面出邊啦，就係我嘅四邊記83提切咁樣講到，而家嘅盼望就係放在上帝裏面，因為到上帝按時設家嘅中心嘅設家嘅10分到價設家脫hết一切嘅痛苦，一切嘅煩惱，一切嘅不實。詩篇記851節咁樣講到，係隆重人人遵從上帝嘅，人人要跟從上帝嘅，相信上帝嘅，上帝幫自己去做自己嘅定牌。嗱，到上帝做自己嘅定牌，去幫自己，我相信自己要痛苦，要煩惱，要各樣各樣嘅苦衷，佢能夠幫持自家，開路本自家，能夠祝福自家，自家得到嘅恩典。詩篇記124條8節樣講到，我嘅救主就係從上帝嘅名裏嚟，就朝天朝地嘅上帝，就係在耶穌基督裏面。嗱，所以自家要痛苦，要問題，要不實，要煩惱。嗱，自家係簽到對嘅會所嚟，最對嘅會所就係你朝天朝地嘅上帝，在耶穌基督裏面，熱情去幫助自家，開路本自家出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